阿莲失踪记，作者高家辉。某个阿莲毋知去倒位啊，哪会找无人啊？阿爸敲电话甲伊某讲，真正借着急的。我嘛毋知影，敢是走去同学因兜，是做啥物歹代志，毋敢转来哦。我看是惊互恁妈，阿母嘛伫烦恼，毋过伊嘛惊因查某囝互伊若袂使监的。好啊，即马拢几点啊？得要11点啊，先困，明仔载才去找人咯。阿母得甲阿爸赶去困，伊讲伊会斗想办法。阿莲因老母即暝先住伫因小弟的厝，明仔载才去找人。过顿工透早，天还未拍蒲光，阿爸就款款的要去找伊的查某囝阿莲。共即个时阵，阿母嘛起床要去看阿莲走去倒位。老早，我踮厝里等你转来，才做伙去找，好无？阿爸透早就敲电话互因某，讲要问伊安怎较好。翁啊，我看咱先分开行动较好，毋免等我哦。我会想看安怎才好。你去朋友遐问一下风声。阿母讲甲介绍足有把握的。好啦，我先去你们遐看卖，啊无就爱去报案啊。即个囡仔实在是吼，即个阿莲因为看到伊的好朋友遐有一支足水的笔，看到就诚介意，就偷偷仔甲迄支笔偷藏起来。伊的好朋友发现伊心爱的笔无去啊，就借着急问阿莲敢有看到。伊应讲伊无看到，安尼是要对倒位找去咧？阿莲好朋友号做阿峰，伊是一个囡仔着人，想讲阿莲应该袂安尼做才对。伊就去问有看过迄支笔的人，毋过安怎问，就是无人知。阿莲知影代志歹啊，毋知安怎较好。阿峰嘛甲因阿爸问过，因为伊嘛互因阿爸看过，所摆惊伊老爸发现，就伫外口乱踅，搁走去伊的朋友的厝，咪伫遐毋敢转去。即几工，大家拢咧找阿莲，因阿爸透过伊的朋友知影阿莲伫倒位，就赶紧甲因某讲。阿爸徛咧，毋知徛偌久才到。伊徛去阿咪甲伊报的住址了，就去遐话休讲，有人伫咧无？阿莲，敢有伫内底？只是一个囡仔走出来，伊啥无怎讲，有啦，你是啥人啊？阿爸本地油头甲面，即摆听着阿莲伫内底，会当看着因查某囝，就足欢喜啊！阿莲听着阿爸的话休声，就惊甲屁屁喘。因为伊惊阿爸甲伊骂。即个时阵，阿爸入来即间厝里，看到失踪几若工的阿莲，就安尼目屎淋落来。伊讲：“阿莲，我的宝贝查某囝，阿爸足想你的，来，阿爸载你转去。”阿爸心内想：即个囡仔毋知是做啥物代，才无转来厝。我袂当伤甲骂。阿莲互阿爸知，伊心内底想。即声阿爸一定问我做啥货，我要安怎讲呢？徛到厝里，阿莲看到阿母坐伫厅头，头面无盖好，即声好啊。阿爸看到因某面相无好，就先叫去边仔细声甲问：“你是安怎失踪遮久？”阿爸虽某无补，毋过尽量会达成你的心愿，因为我干那你即个囝尔。阿爸开喙讲了。阿莲念伊就哭出来啊！伊甲阿爸揽条条讲：“阿爸，你真是会要互我？”阿爸应讲：“真正我遐疼你，毋免讲遐济啦。”阿莲甲因阿爸讲：“阿爸，真实嘞，我甲阿峰的笔藏起来，害伊找无。我毋敢甲伊讲，嘛毋敢甲你讲，心内是一个足艰苦的。你哦。”来，我甲你讲，你偷偷仔甲迄支笔甲你要回信的字条写写咧，甲伊放踮因兜的门的下面就好。你试看卖好无？
阿爸讲的话，阿莲感觉阿爸毋是得干的，是得教教，就无遐尼紧张啊。阿莲照阿爸讲的落去做，一个礼拜就接到阿峰的电话，伊讲：你遐尼介就送互你，你毋免用冲的啦。阿莲感觉伊家己毋对，嘛无阁甲阿爸也是阿峰讨啊。伊知影伊身躯边的人拢对伊真好，嘛无阁烦啊。阿莲自即件代志了后，伊就决定要帮助足侪人。伊大汉了，做一个心理师，造福大家。